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俗语讲，掠金掠好，唔通去掠到恰查某。即马性别平权，无论是查甫查某，咱拢唔通乌白去惹到人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惹，读字呀惹。第二条，冇人读做掠。这个惹就是引起代志、激起代志的意思。咱讲惹事、惹代志、惹祸，冇人讲引起人心乱、生气的意思。像讲惹生气，也就是讲做一件代志去惹到别人生气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惹事，意思就是惹代志，家己制造麻烦。第二个读做惹杀偷上白，字面的意思是讲无代无志去得失到杀某，来爬伫头壳顶，煞变做正上。意思是讲无代志加惹一寡出头出来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俗语咧讲惹杀偷上白，有的人明知影春天天气多变化，佮挑工去挑战爬悬山，到啥拢无咧扎，上尾敲电话互救援单位喊救命，有影是惹事害救援单位一粒头两粒大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惹，另外一日读做掠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